全部都是走斜的，斜角这样过来。因为那边会有一个师兄坐在那里，现场的那个可能也有可能是拉玛啊。那你们如果要这样左右转的话，可能会去碰到。那干脆就走斜的这样过来，好不好？对。因为明天有40分钟让你们走，所以你们不要急，慢慢走。好，然后情境当中就是把一个手臂一个手臂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一个手臂的距离抓出来，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急，因为你一急的话，越走越快，到时候就会粘在一起。现在从那个和平，从和平那边开始就用走斜的，不要。